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14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发生什么款的大事代，头先就来报认知。广播电的政治现金介绍风波检调，今仔日去敲这木科公司，民众党下晡也去告会计师段木正。进前伫咧树林地检署驻书记官的嫌犯涉嫌伫咧变数甲女性偷窃，甚至利用职务调其他偷窃犯罪影片出来看。目前检方已经甲起诉。有日8月初3是赵王公的生日，这新订好之产的赵王公庙，要用古早的大灶喷烟啊，互大家食平安。讲到这瓜分的政治现金无老实申报的风波是继续伫咧滚价，民众党认为讲是会计师段木正伊一个人大主大以自小北的，进前做瓜分的竞选总干事黄珊珊下晡也去到台北地检署告段木正，北检早起也去到木科公关公司进行搜索。民众党表示讲，这搜索的部分无包括民众党部和瓜分的办公室，不过因有主动交6箱的凭证出来，希望斗3天来理清案情。当时做瓜文铁竞选总干事黄珊珊下晡甲律师伫台北地检署告会计师段木正。最近民众党主席瓜文铁有政治现金申报无实在风波，民众党指控段木正为着方便做代志，调整劳保金额，而且无通知竞选团队。他说是因为时间来不及，我直接问他，这是会计师可以做的事吗？他没有办法回答，所以自行调节他没有回答，而且我也问他有没有人指示，没有，他说没有人指示。原定早起11点就要到北检提告，因到下晡3点，是因为早起北检前往伫台北大楼的木科公关公司进行搜查。民众党副秘书长柯富是讲，所在部分无包含民众党党部甲瓜文铁办公室，是民众党主动提交6箱凭证。根据了解，检调嘛前往段木正所属的事务所，佮约谈段木正等相关人士说明，不过北检对这个代志无愿意证实。搜索的部分呢，不包含台湾民众党党部，也不包含台湾民众党柯文哲主席的办公室。但是呢，我们主动提交了6箱有关大选时期的凭证，希望交给检方尽速的厘清真相。政治现金风波还未收煞，黄珊珊嘛伫中央委员会里主动请示党籍中央委员，党主席瓜文铁嘛表示认同。会议的现场嘛甲李文忠、黄珊珊、段木正移送中评会处理，中评会会伫上紧的时间决定处罚内容。瓜文铁透早出门的时阵是讲到，这几天都无联络到段木正。主席，你今天有没有跟段木正联络？没有联络上。他说是没有联络上，所以你有找他吗？找不到人了。黄珊珊委员呢，也在中央委员会上面主动请辞党职。会议现场呢，也将李文宗、黄珊珊跟端木正移送中评会议处。瓜文铁嘛发布党员批，坦白承认头一届面对这么大规模的选举，确实欠缺专业团队，啊，不过无应该甲重要业务委外处理，嘛承认捌人无亲用唔着人，会好好检讨并改正过失。端木正他没有办法瞒天过海。因为他输入的账目错误很快就被抓出来了。对我们来讲，最大的错误就是记账的跟查账的就不应该是同一组人嘛。民众党抓到段木正的缺失，段木正是透过声明表示，会计师提供的签证服务拢依照法令规定处理，相信监察院甲检察署一定会详细调查相关的证据，并查清楚真相，幸好会计师清白。双方是各人讲各人的，实际状况也有待后续的调查。记者综合报道。另外，咱来看有一个查甫人，伊进前伫咧树林地检署做书记官，涉嫌伫办公室地检署的查某便所内面，共装微型摄影机，甲人偷窃。这受害者尚无有21个人，伊是毋是去互判4年？也若这检方是搁再查出讲，这个涉嫌犯呢，利用做书记官的权限，甲其他犯罪者甲人偷窃的影像调出来，而且搁甲这影像嵌起来家己看。也若讲到另外这件案件呢，互依照贪污定罪来起诉。这是书记官吗？是。挂嘴暗地帽啊，规身躯包甲白，对家己身份直接否认，伊是树林地检署4任的前书记官，涉嫌偷窃东西，一审已经予人判刑。这届伫法院阁出现，是因为检方又阁查到案外案。为什么要偷拍？刚不是都承认了吗？
在开庭结束了后，走互记者日，这个前书记官坦白承认，在办公室地检署的女厕所这个所在偷装监控摄影机，部分同事也是亲友，全部拢偷翕。作案有80件，至少21个人受害，一审互人判4年徒刑。即马，个人发现乱用家己的权限为总务库调阅其他犯罪者偷翕的影像，佮甲扣案的画面转存，也互人依照贪污罪嫌起诉，暂时团移出庭。相关人员的教育训练，这些是重要的。可是对真的有犯意的人，这些真的有办法防止这些事情发生吗？应该要善尽所谓我们性骚扰防治法的场所主任责任，定期去做，比如说会被偷拍地方的这些去做检视，去做这个偷拍的巡查，去做前置的这个预防。本身是司法人员，竟然知法犯法，脚步打叉。伊伫庭上认罪，讲家己真后悔，家己的人格心性有状况，目前已经伫接受治疗。毋过扣案将证物随便查阅，甚至转存，拢无互人发现。检方相关的管理是毋是有疏失的？以这次案件，尤其是透过他案，然后才发现的。那么关于内部稽核这个东西有没有效，其实民间还有外界都非常的怀疑。那内部稽查互人质疑有问题，民间司改会嘛强调，包含性书面影像在内，相关扣案的电子记录，保管方面爱搁较严。啊，若无若外流，对被害人来讲是二次的伤害。记者综合报道。代替家己大拿车头，这站务人员和民众攻击事件，说是有机关来介入吧？这家己关机关江志明曾含攻击站务员的老阿伯，也有一寡亲友呢，去到这大拿车头，讲是要和代替人员沟通。说是有人认为讲，伊是利用这议员的身份要来压迫代替。江志明曾也伫咧面册顶头回失礼，不过民进党中央即马也要调查处分了。我们不是去乡下要去沟通而已啦。强调要走行政嘉义县议员江志明无愿意加讲开车离开，来到伊原定的抽水站会勘行程，但有担任助理的小弟出现，替伊表达无奈甲回失礼。应该是咧帮那个身心障碍者说，是不是能够反映一些问题啦？就是说也看能不能站在台铁它是一个服务的角色，能够尽量宽容。代替嘉义大拿站站务员初七因为苦劝一个伫通道骑脚踏车的阿伯轰拍，民进党议员江志明13接受订正，甲阿伯佮有阿伯朋友等10几个人来到大拿站，甲代替协商，煞引起争议。伊人徛伫头前，行安尼带咧，下车，业别讲你若无我就往该切讲你甲切，我手袂使放我就摔落去，我带伊甲背。阿伯表示，家己是小儿麻痹，脚踏车是助行工具，但社会局表示，脚踏车毋是法令规定的身障者辅助工具，伫禁止徛的场所使用，恐行无理。第7类肢体残障大概有9大项，大概就是轮椅、电动轮椅、电动代步车、特制机车、拐杖、助行器跟移位机。它其实算是车辆，它不是行人，所以不管是在整个场所的管理，或是对于其他同样在使用场所的人来说，可能会有一点不是那么方便。社会局强调，脚踏车等工具虽然嘛会使辅助行动，但因为毋是正规的辅具，也是有危险性。政务员互拍的代志拖小起来，江志明协调的行为，互认为是对代替施压。民进党中央除了批评行为，嘛表示会将江志明移送评委会议处。记者陈环武、面交管嘉义报道。讲到咱台湾的选手，伫咧巴黎奥运摕到2块金牌、5块铜牌好成绩。文化总会按说伫这个拜五要举办选手大游行，邀请选手去到总统府参加 party。国防部3军机队也会用检问来迎接选手。目前按算有67位选手甲教练会到现场，加上后湾站这医护团队顶53个人，做伙来参加1.5公里的大游行。巴黎奥运结束，台湾代表团有2金5铜好表现。中华文化总会宣布16要办台湾英雄荣耀东行大游行，邀请选手到总统府参加。国防部3军机队会赴向定荣耀检问迎接奥运英雄。国防部示范各队也赴30首精彩曲目。目前选手教练有67个会到场。罗总统要开先例，邀请选手带亲友到总统府参加。另外，奥运期间提供选手也有亲支援的中继后湾站，医护团队有53人也参加盛会。由总统呢来举行
将近2个小时的英雄派对来做欢迎合影，甚至呢相关的一些交流。除了李阳人在日本跟女朋友在度假之外没有办法回来，他的爸爸还特别要代表他来参加，李俊毅先生特别要来参加。那其他的包括王麒麟、林玉婷李梦远、吴诗怡、唐家宏、陈念琴都会到。拍摄会后是段游行，全长1.5公里，现场发现场的手摇旗，车队会非府前广场的中庆南路出发，往襄阳路过到关前路的东头去，会使影响到沿路夜抓花，终点伫中孝西路结束。国军派出宪兵快反连担任游行监督，也安排选手徛伫轻中型的战术轮车展现英雄小英雄。罗总统选前承诺成立体育部，今嘛大家拢关心是不是会在明年顺利成立咧？已经在行政院组织里面的相关的细节作为都还在作为当中，我想会很快就会有大家这个期待的成绩。罗总统参加民进党中常会听运动专题报告了后指出，台湾目标是推动全民运动，加做运动大国，自然也加做奖牌大国。行政最近就会公布安怎成立体育甲运动发展部。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中昼屏东恒春后壁湖海峡发生渡水意外，有3个畅水游客同齐出海，唔知是发生什么款的原因，有2个人卡伫肉粽角。另外一个查甫就赶紧起来讨救兵，消防人员赶到现场抢救，其中一个查甫畅水游客送到病院，由援救无回来，这场意外造成1死2伤。屏东消防局接到海巡署的转播，讲核三厂倒冰出海口，有3个畅水游客渡水，随派人去解救，甲卡伫肉粽角的2个人拖上岸，其中一个36岁查甫畅水游客救出来时阵已经无生命健伤，送病院了后由援救无回来，这事故是安怎发生？这个需要调查。讲到台南市龙基巷发生火灾，造成5个人死亡，这死者拢是倒伫咧透天厝3楼大铁厝遐。台南市政府表示讲，这款铁厝呢是本地就有现有存在违建，会排时间去拆。是有学者建议讲，若准备大铁厝进前呢，就爱先想看卖讲，若阵发生火灾时阵要安怎得瑟。台南六甲龙基巷火下一家5人死亡，引起社会注意。对避难团出国的大汉查某囝嘛，赶紧回来见亲人最后一面。六甲区公所则是透早代替家属感谢各界。家属请我们来委托我们来公布他们的一个捐款的账户，然后之后的话会进行一个信托的动作。因为在信托的话，以后让这个小孩能够在高中、大学能够来顺利的来求学。火下一家5人死亡，全部拢倒伫透天3楼大铁厝的所在。检方目前嘛正咧调查。经检察官相验后，发现5名死者均全身烧伤，且因吸入浓烟窒息死亡。学者表示，伫厝顶大铁厝伫台湾真普遍，一定要先想好讲，万一若火烧厝要安怎走，一定要留逃生的路线。伫咧厝前厝后，嘛要有露台做避难空间。如果真的是要大概铁皮屋的话，你一定要留下一个所谓的开放式的一个避难空间，万一有烟跟热往上跑，或者是甚至铁皮屋本身发生火灾的时候呢，你有一个开放式的一个空间的话呢，你可以在那边。那如果这样的话呢，那个烟跟热透过铁皮屋从这个窗户跑出来的时候呢，你就不会受到烟热的影响。目前台南市列管待拆的违建数大约有33000件左右，已有危害公共安全，新旧一律列入优先拆除。另外，风声讲，因为龙基巷咧甲电池充电，才会导火。消防局讲是真有可能，因为13火拄拍花，温度降袂落来，14才开始现场调查。亚干部局是表示，这栋的大铁厝是列管的现有违建，即马火烧顾虑到公共安全，等消防鉴定了后，得安排甲拆掉。记者综合报道。来看高雄大埤湖棒球场又再出现无应该出现的变数。这大cường向永章进行例行赛时阵，有球员去踢到塑胶杆啊，而且今年4月也出现更条。这棒工会就表示讲，这物件真有可能会害球员受伤，合约养护单位就要加强。高雄市文化局也讲会追究责任，依照这契约来甲维护的厂商处罚。
球员手头的塑胶管拢是红涂。大cường雄兴13伫定清湖棒球场进行例行赛，球局顶盘时阵，吴念婷煞伫二垒附近红涂踢到物件，撬开一个看，竟然是塑胶管啊！觉得安全其实很堪忧啊。红涂内出现塑胶管互人攻击，球场管理员及时找警方行政协助，中止点名，场务也到场了解状况。不过这毋是定清湖球场内第一摆出现物件，4月比赛期间也发生一垒垒包边的地面造出一大截的更替。当然，你说球场内有这些异物，对选手来讲是一件很大的伤害了。如果我滑垒或是我扑垒的话，这些东西可能会造成我的伤害，会造成他断送职业生涯也有可能啊。出现状况的地方都是红土区，它的土重新覆盖过，然后还有重新爬梳过，它本来埋藏在底下的东西，有可能会慢慢的露出来，应该要想办法去排除这些它底下有埋藏其他东西的可能性。大强球员伫球场热身进行赛前练习，那红涂物件可能会互比赛或者是练习当中的球员受伤，更会呼吁养护单位爱更加注意维护球员安全。针对这个事件。运发局这边也会针对我们人员进行相关的究责惩处，那同时也会依照契约的规定，针对维护的缺失来进行扣罚。文化局表示，对场地人员纠正，强调会继续甲中职点名球团甲养护团队强化场地巡检机制，确保球场的安全，也避免同款代志搁发生。记者综合报道。花莲大地震了后，避免这市区车路路基有流失的情形。日本有一间科技公司特别免费协助市区的车路做健康检查，初步检测有6大出问题。即马公所也开始把这车路乌开灌按摩图，避免这情形愈来愈严重。控诉03地震了，日本一间科技公司用车载式透地雷达探查车伫市区主要道路检测下骹深受空气情形，另外也用手刹式探地雷达正康亲自涂骹，利用翕相機確認啟動角度甲規模。1月1日に日本で大きな地震がありました。その際にですね、台湾からいち早くそれも大きな支援を受けました。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经过探勘，市区有68个路段完成检测，初步发现6个道路地下出现较大坑洞，其中富前路甲北行路口、富前路78號頭前、中山路718號頭前，也有中興路311號頭前，互居民拢真煩惱。因为花莲市区那原来都是一些沉积物堆积的，所以当这些土壤意外发生的时候，就有可能让这边原来就不是很紧密、很结实的这些冲积层产生流动的现象，甚至于造成一部分的坑洞的现象。公所表示，为避免坑洞扩大造成意外，已经针对有坑洞记录的地点开挖，找出造成坑洞的原因，可赶紧修补。目前最大的大概深是应该是2米，那宽大概也是2米的这个部分那在府前路已经先行的灌浆补强了。那昨天又开挖的这些6处，那今天也会一并的来把它做一个补强公所强调，挖了后发现下骹有电线电缆甲下水道工程，已经请相关权责单位检讨甲修补。不过造成原因是受地震影响，也是当初敦图不实在。完整报告会伫20开说明会来公布。记者综合报道。开辟风台过后，也害落水溪变甲密密麻麻，这溪床的土沙营养面积对7月99公顷，变甲即马有849公顷遐济。花莲县政府也烦恼讲，进前防治营养的成果全部化作乌有，目前开始招相关单位来会勘，赶紧来改善这款营养的情形。为空气表画面会当看到原地一片青劲劲，即马只剩沙坡，受到开辟风台影响，落水溪做大水，爆发甲河道拢放甲真严重，居民烦恼时到阁会发生防培沙。水放去一定空的啊，对吧？伊种放偌酷啊，冬尾，北风都在做，你即马看无点睛啊，你即马就是爱迄个防培沙，北风都也在做。凯米台风过后，我们发现我们又回顾到106年当时的情况。那主要就是我们在猫耳干以上游一直到西螺这边我们担心说这个会不会跟106年那时候一样就是大西螺地区就造成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扬尘的事件
环保局表示，这几年中央甲地方拍拼咧防止风飞沙，成效袂歹。也毋过凯美风台扫过了后，风地工程全拢廃弃，即马要招相关部会勘查，规划重建工程。裸露面积大概是99公顷，那这次我们7月29空拍之后，它的面积有达到849公顷，所以等于说增加了750公顷。好，等于说从5个区域嘛，哈，从最上游这个中沙大桥一直到出海口。第4号船分署讲，目前已经开始规划灾后重建工作，第一阶段先施工做便道，用农业保证机也整治，后续进行河道修复工程，要赶伫东北季风来进前完工，避免风飞沙影响居民生活。记者综合报道。乌克兰顶礼拜对边境攻击罗西亚的库斯克州，而且把74个基点占落来。这是罗西亚第2战了后，头一届互外国军队拍入去领土。外界认为这乌克兰的当谈判空间是变愈大。那美国总统拜登就表示，罗西亚总统普京即马已经开始是头壳摸咧笑啊。就称乌克兰士兵对东北的苏米州，甲战车直接驶入去罗西亚西部领土的库斯克州。第几天内，乌克兰都已经侵入罗西亚领土超过30公里，目前已经攻占库斯克州74个据点，互莫斯科当局是袂予欢迎。乌克兰的士兵讲，其实这2年来，罗西亚根本就无伫边境打风线，这场突击除了互乌克兰的士气规个起来，也是对俄罗战争爆发以来乌克兰取得上大的战果。Чим більше російської військової присутності буде знищено в прикордонні, тим ближче буде мир для нашої держави і справжня безпека. Російська держава повинна відповідати за те, що вона наробила, і вона відповідає. 面对俄军的突击，罗西亚是撤离库斯克4号地超过12万的平民。乌克兰的官员讲，目前已经掠到几百个战俘，但是乌克兰真正想要做的，并不是侵占罗西亚的领土，是希望用这来摕到影响力，得到真正的和平。因为这几个月以来，罗西亚对库斯克向乌克兰是发动2000多摆的攻击。乌克兰的行动虽然互因手头靠物件会当谈判，但是外界普遍认为讲，乌军的兵力和后勤资源有限，更加是真歹伫罗西亚的境内长期抗战，因必须要较紧来决定上好的谈判的时机。对这美国是表示讲，乌克兰的行动和因无关系。We were not engaged in any aspect or planning or preparation for this operation. I will let the Ukrainian military speak to their own operations, but our role and what we are focused on is supporting Ukraine be able to defend itself. 乌克兰讲，即摆因掠走的罗西亚战俘被用来交换，互罗西亚掠走的乌克兰战斗人员。罗西亚总统普京是呛声讲，因会伫适当的时机来回敬乌克兰，而且谴责乌克兰的行动，是因为有西方主人的帮助。美国总统拜登是表示讲，美方当和乌克兰对即摆的行动是保持持续的接触。What do you have to say about what's happening in Russia and Ukraine? Have you spoken with anyone in the Ukrainian government? I've spoken with my staff on a regular basis, probably every 4 or 5 hours for the last 6 or 8 days, and it's creating a real dilemma for Putin. 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美国官员讲，为了应对乌克兰对罗西亚领土的进攻，罗西亚当在定调整军力的部署，而且对乌克兰退出一寡军力，这可能是乌克兰的机会，会当顺这个势甲陆军对乌克兰引开，互乌军会当伫真侪地点去推进。公司新闻新闻部编译。台海无平静，国防部今个再查到27架中国军机，其中19架飞过海峡中线，12架中国军舰就陷伫咧台海，也发现到中国的航空母舰山东号去到西太平洋。而且分析讲，这解放军甲战备警巡变做是常态化，国军就要特别注意。上界烦恼就是惊讲，因对台湾向发动攻击。中国庆关台海情势紧张，国防部14侦查到27架次的中国军机出海，其中19架次是超过中线入去到北部、中部、西南和东部的空域，上近的离俄罗斯敢若35海里尔。会当注意的是，有高达12架中国军舰出现伫台海。另外，中国航舰山东号已经入去到西太平洋，外界关心敢和中国军机南绕台有关系？那它每一艘都可以期待60枚以上的这个所谓巡弋飞弹。
所以它就具有一定的能力，可能会由严转战，也就是发动飞弹的突袭。那这一点，国军会强化各种海空的监控。中国在台海的战备竟顺势愈常态化，或者经过东部、南部战区扩大海空训练，国军应该防止中国军队对岸转战，对台发动突袭。另外，中国的科考船13出现伫宜兰苏澳东方的24海里，想要弄入来咱的临接区，海巡的船舰嘛随到现场，双方伫海上开始对峙。一台铺设战术迷彩的运输车，顶原载中科院研制减伤无人机，就是出现伫恒春台26线，要驶去高平基地。国军月底要进行海空精准弹药射击操演，会发射雄风爱国者飞弹，海巡舰艇嘛会发射反舰飞弹，减伤无人机嘛会投入操演。就有的东西其实它只要定期再测就好了，那没有必要再抢在这个时间测哈。那在这个时间点我为什么要这么急？那表示它有新的东西啦，新的系统。那我们宁可相信中科院是在测试新的两型的这个舰翔无人机。减伤无人机主要是用伫攻击敌人的雷达。目前中科院正在研发正解的型号，目标影像攻击型为试定为攻击型，会当更较精准拍到目标。专家讲会当帮助压制敌方的防空网。记者综合报道。有一个中国前海军艇长，今年6月驶快艇对淡水河偷渡来到台湾。检方调查指出，讲伊是对这个福建出港，捌停伫咧连江县东引附近的海域，一路是拢真顺利，伫咧淡水的渡船头弄到交通船才互发现的。伊讲来到台湾是为着要分道自由。检方也无查到有其他军事或者是国安犯罪，今仔日依照违反无经过许可立国罪嫌，甲伊起诉。无咧惊镜头，佮笑皮皮，伫法警的介护之下，疑心发现，细细个查甫人就是今年6月为对华驶快艇，直接进入淡水河，非法偷渡来台湾。这2个月过时间，检方真紧就证实，依照无经许可入国罪嫌，实施将人提起公诉。涉嫌入出国及移民法之未经许可入国罪嫌，依法提起公诉。此外，尚查无涉及其他军事或国安等犯罪情事。你后悔来台湾吗？不会后悔。涉嫌偷渡比例对所作所为，目话绝对无后悔。有关在押，互检方查出，案发前几天，拢伫中国贵州决定偷渡了后，人走去福建，家己一个驶快艇为三渡港出发，驶到连江县东引周边海域，因为风险伤过大，佮留来休困，期间继续行动，成功进入淡水渡船头。因为下着交通船才停靠上岸，伊表示要逃离中国，也向交通船的船长讲，来台是投奔自由。海巡署已于淡水海巡队及八里地区建置科技辅勤监视系统，辅助提高不明目标辨识功能。就算这案件检方查无牵涉其他军事或者是国安犯罪，毋过第一摆有偷渡客，直接进入淡水河成功，直到无被拿查。海巡伫事发了后，已经强化相关巡防，因为咱的海防小可有漏沟或者是放令，恐惊对国安拢是危害。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8月14是全球慰安妇纪念日，为着要怀念台湾59位受到战争迫害的慰安妇阿嬷，妇安会要求日本政府要爱回失礼。另外，因也诉求讲，这政府会当甲慰安妇这段历史加入去108库讲，而且设置国家妇女人权馆，互更较侪人熟悉女性的人权教育。2000年迄当，台湾9位慰安妇阿嬷去甲日本法庭要求日本政府爱回失礼，短短几个字，互人听了是足唔甘的。当年陪伴阿嬷去甲东京尤律师表示，24天过去啊，台湾上尾一位慰安妇阿嬷嘛一定伫旧年过身啊。唔过到当犹原是还未得到日本政府的赔偿甲道歉，甚至能够到国际法庭去发声。我觉得这个是整个在东京大审里面所最重要的意义。当然，我非常遗憾，到今天日本政府还是没有正式的一个道歉，让这些阿嬷们真的是离去了，但是他们的司法正义还是没有办法被实现。
最近俄乌战争以下冲突，大家拢认为战争对人民的影响是真大。不过，妇援会认为战争对女性的暴力却较少人来关心，呼吁台湾慰安妇袂使互人放袂记的国史、历史课纲，拢应该爱加入这段历史。讲到战争里面，其实有谈到女性是相当少的。好，那因为优先会讲到是一个人民的伤亡、死亡。这一直以来都是战争下的人权，很少提到女性。妇援会表示，目前这59位慰安妇阿嬷的相片、历史，拢放踮这40平的公寓内底，这么细的空间，对保存展览来讲，拢是无够的。伊嘛提出来诉求，希望政府会当设立国家妇女人权馆，让更较侪人来了解历史的真相。记者陈阿选、曾俊佑台北报道。厝内面的厅倒头，若总有观音妈插仔顶头过5位的，其中一位穿飘的少年人，就是这赵王公，和咱生活正接近的神明。这新竹北部的五指山有全台湾头一间专门拜赵王公的庙。旧历8月初3是赵王公的生日，今年也是这间庙120周年。庙方特别传古早时代灶要铺圆啊，互大家食平安。过去有袂少民众拢会伫厝内灶顶搭相片，也是造型的符啊，拜拜求平安。对时代改变，古早时代用砖仔角做的灶已经愈来愈少。毋过，也有民众讲，家己赶快会伫家私路边啊来拜灶君。即摆人嘛是用家私路的边啊灶骹嘛是有拜灶王公，嘛有搭迄个单拜灶王公啊。传统就是讲拜灶神，较有通趁靠食吧，趁靠钱啦。以前是请一个相片哈，是代替贴在那个墙壁上，我们就在拜，就尊重这样。现在的早现在是就会回锅那个微波炉啦，什么都没有这个大灶的无啊。新竹县五指山的灶君爷庙，起伫1905年到今，已经有120年历史。文化工作者指出，灶神踮道教其实中算是家神，所以较少看到有庙宇的主神是灶君爷。拜灶神买当讲是一款文化传承，人的文化传承。传承便是说啊，家里没有拜灶神，大家就往灶君爷或这方面走。他是上天哈去报好事哈，下地保平安哈，所以这个是我们在地哈就是五指山在有这样的灶君堂哈，是我们大爱三乡哈北埔人的一个幸福，要用甜的食物来拜他哦，因为要让他加滴滴嘛哈，吃甜甜的哈，然后到玉帝前面讲你家的好话嘛，这是一个传统。旧历8月初3是灶君的生日，除了有相关庆祝活动以外，今年拄好是这间庙满120周年，庙方也特别传古早时代的灶，用来煮圆汤，让大家吃甜甜保平安。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时代的发展，科技的进步，咱人也对咧改变。常常听人讲，着爱注重环保，真侪人即马着无要烧香，无要烧金。毋过，观众朋友敢有想过讲，这烧金纸、烧香在宗教当中有啥物款无共款的意义呢？今年这屏东县政府将做全国头一个推出金纸减量政策，鼓励民众卖烧金，颠倒互信徒会当有摕一个金币回去。今年有17间的庙来配合，按算要发5000份。信众双手合掌求神明保庇，侪侪民众来庙寺参拜，除了烧香，阁会烧金纸。即马伫屏东县的庙宇，通看到这种金币。民众拜拜时，若是无烧金纸，会当改摕这个金币，将金币过香炉，摕返去厝内面保平安，减少使用金纸的量。屏东县政府今年推动以金代金的政策，朱den强旧年6、7班信众是表达认同。鼓励大家讲卖烧金纸，吼，用金币来代替安尼，大家应该搁较有迄个意愿讲卖烧金纸安尼。外面内底是以1000金。尾啊减价剩100金，所以对敬仰的部分、对民俗的部分也无改变。包括朱den强，屏东今年总共有17间庙宇配合以金代金的政策，唔但减少金纸的量，嘛推动一间香拜转炉。屏东县今年按算发5000份的开运金币。根据环保局的统计，一个金币会当减少70%烧金纸的量，估算一年通减少21公吨。那5000枚安尼算起来，减烧金纸造成的空气污染吼，咱得当减21公吨的空气污染。
所以对咱的环境是真有帮助。全屏东县总共有1700间的庙寺，政府伫109年推动金纸做火烧，成果袂歹。不过去年烧金纸的量有1200公吨，超过金炉通负担的量，所以今年才会用以金代金，希望通改善民俗文化造成的污染。记者钟义辉、邱兆勇，屏东报道。有医生表示讲，最近有一名50岁的黑骨喘的查某患者，甲病人问了后，怀疑讲是厝内面未结顶的迄口顶所造成的，是因为这种顶有一沿铁氟龙，怀疑国内头一个铁氟龙流感就是伊。那疾管署也解释讲，这铁氟龙流感是一般的讲法，毋是传染病。这款的病症看起来较亲像是呼吸道的过敏。顶北大内科医师苏玉峰伫面前发文讲，最近伊收治一个50岁的查某患者，忽然间气骨发作，有胸坎杂杂含哨的症头，照电讲是出现小可浸润式的肺炎，但流感新冠肺炎检测拢阴性。问病史发现讲厝内的袂调顶的顶疑似是凶手，伊怀疑可能是台湾第一个铁氟龙流感。美国去年出现265例，创23年的新冠。只要用那个不粘锅呢，他开始就会觉得胸闷咳嗽，就是大家要改掉一个热锅的习惯过程中呢，温度就会升高，然后有可能就会突破到250度以上，然后慢慢就空气中就会释出这个铁氟龙。所以香港较健康的名应该是铁氟龙引起的间质肺炎，原因就是人叫做铁氟龙的这袂调顶的顶，有高一站巨噬氟乙烯，高温加热了后气化，民众闻到了后会出现发烧、筋肉痛、酷酷嗽含胸坎杂杂这敢若流感的症头。离开这种烟几工了后，就会当恢复。虽然被俗称叫流感，可它其实并不是病菌或病毒传染造成的类感冒的这个疾病，它其实是一个化学性的，它比较像是过敏性的这种呼吸道的疾病，可能就是对于这个材质身体有特别的一些反应，那吸入之后影响到呼吸道，所以它是不会人传人。疾管署澄清讲，铁氟龙流感只是俗名，并不是传染病。医生嘛建议讲，袂调顶的顶若出现口一分一分，就应该换。若有相关过敏反应的人，若无爽快，就要随停用去看医生，莫互症头愈严重。记者综合报道。新北市政府高潭处发现讲，最近一寡河滨公园的抢花、糞扫桶，一寡用白铁啊做的物件，会互人偷摕去。敢若七八月啊呢，就16个所在发生这款代志，就是烦恼讲这物件若拍无去，会造成民众无安全，或者是无方便。即马已经甲抢花黏好死，或者是换做较无特钱材质，也要设监视器，避免偷摕的代志搁再发生。白铁抢花的螺丝已经互人用砍挂砍起来，而且黏好死。因为新北市高潭处为7月开始发现河滨公园内的抢花、糞扫桶、互拿这寡白铁做的物件，有人会偷摕去。唔对啊！你讲去用偷摕去？这当然是无好啊，因为迄是讲无讲的物件，哪会知伊就黑白铁啊？新北市政府高潭地工程管理处统计，为年初到8月中，伫新店溪、大汉溪、宜中苏芳道周边的河滨公园，有23个所在的白铁物品，互人偷摕去。上侪一个所在损失8万块。案件目前警方拢还在调查，其中16个案件时间集中伫7月到8月，发现最近较常发生。铁质垃圾桶还有自行车道、一体道的栏杆就发生被破坏遗失的状况了。那目前为止的话，损失大概几千到几万元不等那经统计最近失窃的大概都是不锈钢的设施。透过我们的园区的保全加强巡查之外其实我们也是积极增加一些防窃的措施例如说将厕所的不锈钢扶手，我们将螺丝把它焊牢，然后将我们的铁质垃圾桶更换为塑胶制垃圾桶啊。除了将物件固定黏好死，高潭处也把一寡设施为白铁换做塑胶，也是其他的材质，降低这寡物件本身的价值，希望避免发生互人偷摕的状况。也已经伫公园主要出入路线设监视器，个别所在设置电线长路通报系统，若有电线互人偷摕，就会随收到通知。记者林玉凯新北报道。中华队今年7月开始严格执行主管回收，不过所有民众和清洁队员起冤家，就伫咧昨日暗时呢，这中华客有清洁队员提醒民众讲，这虫啊唔是粪扫，爱当做喷弹落去喷桶，民众是气感嘛歹听话，即马清洁队员也要去报案提告啊。来，我帮你看。
真可以，你这哈。民众赶粪扫准备要等入去粪扫车的时，清洁队员发现粪扫袋仔内底有虫仔，提醒民众就要分类，把虫仔等入盆桶，袂使等一般粪扫。想袂到所引起民众不满。这虫仔这就只等这，唔能等好内底。啊，拢伫垃圾袋内底，爱几支啊？无啊，你咧煮菜的时，你敢袂使先另外再分开？清洁队员耐心解说，不过这位民众听袂入耳，质疑清洁队员那个挑篮开嘴甲咒骂。就做肥啊！你哪让我错？我哪该错？我几支虫啊，你叫我摕做肥？清洁队员感觉受到侮辱，甲警方提告。代志发生伫咧12暗时7点左右，彰化溪湖的清洁队看到这位民众的粪扫袋仔内底有虫仔甲果子皮，只是甲提醒爱分类倒伫咧盆桶，结果煞去互民众交。阮照规定来行，所以你为难阮这，还佫甲阮骂，啊阮无提高，大家拢要安尼讲安尼，认为清洁队啥？拢爱甲我骂。警方以妨害名誉、甲妨害公务，甲这位民众送办。环保局表示，7月初1开始，民众等一般粪扫时，若是防检查出有12个回收物，或者是喷有到3成，就会规台车退运。不过目前也无人因为安尼受罚。也会跟他劝导说，你这样可能不太好，这样就请他再重新分类而已啦哈。他如果真的执意要丢才会处啊，不过目前也没有人因为这样子啊。环保局讲，7月份实施到7月中，全县有17台粪扫车被退运，计共340吨的粪扫。若8月份到当时也无退运的记录，显示民众已经渐渐养成习惯。不过民众甲清洁队员之间的沟通也是爱搁加强。记者彰化报道。高雄林园的安乐楼已经有100年的历史了，休困日袂少有游客来遮参观。其他也传出讲，这栋楼啊厝内有这阿摩陀甲泰鲁落落来，险险啊落去击着人。里长也怀疑讲是因为前一阵啊做风台，目前暂时先放这塑胶笋警示，也提醒民众要去就要注意。为林园北路巷仔内入去，这栋老厝中央的楼梯看起来真特别，伊叫做安乐楼。过去是酒家，到大买8档历史。毋过即马建筑外观拢害了了，毋若更紧看现，涂骹四界拢是红毛涂甲灰仔。则是透早有居民行过，才发觉哪会有红毛涂甲灰仔落去涂骹，甚至差小看到撼到人，实在真危险。为了安全性，它应该要做维修啦。有时候瓷砖你一定要对啊，比较安全，不然也是会有游客。改成花苗式时个有啊，改成日本时代个有啊，当然讲也是酒家安尼。安乐楼是1939年起的，捌是日本军官的俱乐部。过去因为戏剧170捌来遮拍片，休假日吸引侪游客来翕相。毋过这栋老厝长期是无人住嘛，无人整理。里长表示讲，过去毋捌有灰仔落去，怀疑可能是一几阵啊风台天，老厝袂堪得，地势红毛土拢落落来。没有第一次，我在想说是不是因为我们前2个礼拜下大雨，台风造成那个土石松动，180之后就假日会有很多游客。然后我是在想说，现在这暑假可能也会有家长带小朋友来。文化局证实，林园安乐楼目前不是文化资产，是私人的楼厝。里长表示讲，因为安乐楼的地主有真侪位，才无法度随家厝拆掉。目前已经先放塑胶笋，后续厝主嘛会挂红布条，提醒游客来遮参观注意安全。记者张义辉、邱兆勇高雄报道。卫福部彰化老人养护中心自2012年开始，伫休寒休热的时阵，拢举办老幼共学营，安排无共的课程，予时大甲囡仔人做伙来完成。希望透过营队来增加时大甲少年辈互动，减少无共世代距离。时大甲囡仔同齐做鸡卵糕，有人负责拉米粉，有人负责洗碗。卫福部彰化老人养护中心2022年开始，便若休寒休热拢会举办老幼共学营，安排无共的课程，予时大甲囡仔人做伙完成。寒假、暑假拢来参加，安尼，阮真欢喜。即摆囡仔真活泼，感觉大家安尼斗阵吼，咱的心情就真好。虽然他们手脚或是坐轮椅，然后行动不太方便，但是他们还是很认真的去完成每一件事情，这是我觉得很值得学习的特色。
养护中心表示，这时段大部分的时间拢待伫机构，透过强学营会当增加甲少年辈的互动，求我无共世代的距离。搭配甲长辈一起上课的内容，比如讲长辈一寡画图啦，各一寡简单的运动的课程啊，这主要是为着讲，因为阮这是一个老人的机构嘛，然后阮希望有各个少年的成员来刺激咱这些长辈啦。带孙来遮互体会，遮一寡老人需要人服务。后摆伊若是讲伫路的啦，是拄着啥，会当去共服务一下安尼。俗语讲，老人唔讲古，少年唔八宝。养护中心表示，老幼共学唔那是制造机会，互囡仔人去接近长辈，时代伫煮食、添衫、生活顶面分享经验，嘛是知识的传承。因为时代都是囡仔上好的老师。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有真侪阿公阿嬷因为细汉的时阵环境无好，无法度读书学写字，造成生活有真侪无方便。风都老人福利基金会考虑到据点有8成的老大人敢若会晓讲台语，所以因就设计着这华语台语的双语课本，甲时代学台文华文字做伙来学。这阵时代甲鉛笔壳摆伫桌顶，那回答老师的问题，那学写字。特别的是，台顶的老师除了会教阿公阿嬷写华语字以外，因嘛会教因写台文字，互这阵敢若会晓讲台语的老大人，感觉台文字足亲切的，嘛足好理解。毋捌字啊，想讲要学写字安尼啦。你讲台语，啊，你写这台语字，对你来讲是不是较好理解？嘿，较知影啦。较知影啊！你即摆若去车头要去倒，啊，咱就知影讲即字是啥物，啊，就行伊倒去。写字读书啦，因为我们即久拢无学画笔啦，啊来遮才学画笔、学画图。啊，甲即寡阿嬷大家相处了真快乐。社工老师表示，据点有1/3的老大人是完全毋捌字的，因毋知影家己的名，看无菜单，更加无法度认地名，坐火车、坐捷运、四过去佚佗，生活是真无方便。风道基金会表示，考虑到有8成的老大人敢若听有台语，因才会设计双语的课本，台语字、华语字斗阵来学。因为咱遮的阿嬷有8成的阿嬷拢是讲台语为主，啊，其他2成的长辈拢是讲国语，所以咱有教国语甲台语，互因知影安尼，啊，伊嘛较有法度去理解咱的教啥，啊嘛较贴近伊的生活。风道基金会表示，课程结束了后，因会出作业，互阿公阿嬷回去写。除了会当互时代学写字以外，真侪孙仔嘛会对时代做伙学台文字、学讲台语。除了会当增加囝孙仔之间的互动，阁会当传承母语，会当讲是1减2高。记者陈阿选、曾俊佑台北报道。最近天气一变化，明仔载气象咱做伙来详细看。基隆、台北、桃园、新竹对26度到33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26度到33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26度到33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6度到33度。平湖、金门、马祖对27度到32度。来过未来3天的气象。节目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